先？因為我哋去唔同嘅 hall 咧，佢哋都唔同嘅呢個 system 喺度嘅。所以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想真心問一句，好唔好睇啊？有聲啦，終於。OK， 好睇可唔可以俾個掌聲我啊？Thank you。今日我有好多個貴賓咧，都喺現場欣賞緊我呢部電影啦。咁啊，最重要咧，大家睇完之後咧，有冇俾我同我女女嘅感情線感動到啊？有嘅俾個掌聲嚟聽好唔好？Thank you。見啦，我老公就姓金噶嘛，咁其實我都有名嘅。有嘅咩？有。你咩？唔係肥婆咩？嗱，我唔係金太咁簡單啊，我係叫做今晚賺大錢。日本人嚟喎，你係。當然啦，最重要咧就係好開心啦！大家睇咗呢部戲之後咧，我相信因為入邊有一個黃百萬啦，又有我呢個金氏夫婦啦，睇咗之後咧，包你哋今年啊，煎柯蛇啊，真係超級賺大錢啊 ！Yes，OK，very good。咁啊，隔離嗰位大家知唔知佢演咩㗎？哎呀，哇！你識嘢喎你哋，啱啦！呢一部咁好睇嘅戲咧，就係我哋導演拍出嚟嘅。俾你哋嘅掌聲，我哋嘅 Matt 導演。Hello， 大家好我是Matt，这部电影的导演然后到昨天为止，我们的票房已经达到了630万是所有包括了外國片和本地片暫時排第一謝謝大家的支持。Thank you。咪即係我想問下怡保嘅朋友咧，即係覺得白骨地係馬來西亞，俾個掌聲嚟聽下先好嘛？OK， 明。覺得撈衫都係馬來西亞，俾個掌聲嚟聽下先好嘛？明先。呢度有冇新加坡人先？有啊。冇啊嘛 ，OK， 因為我本身咧都好多親戚喺新加坡做緊工嘅 ，OK， 咁啊其實我覺得呢部戲想帶出兩個 message， 一個咧就係馬來西亞同新加坡咧真係一個好好嘅界鄰舍嚟嘅。怡保人即係我哋跳飛機咧，全世界出晒名嘅。喺我喺三德讀書嘅時候咧，我阿叔嗰啲已經係跳緊日本啦、美國啦、英國啦。聽講怡保人去日本咧係特別難入嘅添，你哋知唔知㗎？知係嘛？因為我哋出晒名，去完嗰度玩就唔翻嚟嘅，就喺度賺錢啦。即係我細個都係俾咁灌輸咧，就係讀完書我就要去外國揾錢咁樣。咁啊當然啦，新加坡舊年單喺馬來西亞咧有4250萬人咧係入咗嚟馬來西亞旅遊嘅。單新加坡一個咁細嘅國家咧，就接近1000萬人。1000萬人入嚟咧係使錢嘅，咁你當佢住下酒店啊，食下嘢啊，打下我哋啲友啊，跟住買下嘢咁樣啊，每人使1000蚊咧，嗰度都成100億入嚟㗎啦。再加埋我哋有100幾萬人咧喺嗰度揾緊錢翻嚟嘅，所以我哋都希望我哋兩個關係咧保持好好嘅，好嘛 ？OK。我陣間捉阿 YB 落嚟講兩句先。而家咪冇聲咗。YB 嗱，你睇咗那部戲啊嗱 ，YB 最近成日講，我唔知點解啊，最近呢嗰個我有新加坡人來馬來西亞當歪佬，突然間又咁紅嘅。YB 講我現在名字很長，我的名字叫做我現在有新加坡人來馬來西亞當歪佬，就係 YB 呢個名字啦。歡迎掌聲 YB 看啦。其實我同我女女嗰條線咧，其實係一個真實嘅故事發生喺我身邊嘅。我相信你身邊都有一啲朋友咧，就係佢可能唔同膚色，咁你同佢講馬來話或者英文嘅時候，話俾佢聽我係唐人嚟嘅，我是華人，跟住佢講我有華人名字啦，咁啊我哋都知道佢可能就係領養嘅。咁呢出戲想帶出另一個信息咧，就係無論係領養嘅又好，或者係自己親生爸爸媽媽都好，總之小朋友有問題咧，佢哋一定會為佢付出晒所有，因為呢個真係發生喺我身邊嘅一個真實故事。嗰陣時我有一個7歲嘅小朋友嘅 fans， 咁佢就患咗血癌，佢屋企對晒所有骨髓都對唔到，咁後尾9歲佢都走咗啦。佢屋企係傾家蕩產，負晒成副身家，但係都救唔翻佢。老人家有老人家嘅睇法，咁啊小朋友睇法。我哋老人家我哋睇咧就係我喺新加坡嗰場咧，佢哋有啲老人家睇到係喊嘅，因為佢曾經都係馬來西亞嘅一份子，咁啊而家兵分兩路啦，但係記住我哋都係好 friend 嘅，我哋永遠要 keep 住一個好嘅關係，咁啊希望大家咧保持一個最好嘅大家嘅嗰個姊妹關係，咁我哋下一代咧應該就會更加好啦。當然啦，我哋而家馬幣開始升緊啦嚇，係真係嘅，亦都有好多人開始回流啦。我自己我太太2個細佬都係新加坡嘅
PR 嚟嘅，咁佢哋而家都開始回流啦，喺度翻嚟買 property。咁我有啲 Australia 啲 friend 之前跳咗過去嘅咧，咁而家都翻嚟啦，包括有啲英國嘅 friend 咧都翻嚟啦。咁可能佢年紀大咗，咁啊另外翻嚟嘅咧唔係一啲勞工，翻嚟嘅咧係一啲專業人士。咁啊，可能再提供一啲專業嘅技術俾翻埋先。咁我哋都希望呢一部戲咧，即係如果大家覺得好睇嘅咧，幫我 share 下俾啲親朋戚友，幫我寫啲評語好唔好？啲黑粉好奇怪嘅，即係佢好想賣晒電影死嘅，佢又想踩低清㗎啦，寄生下流佢又踩，我嘅佢又踩，媽媽又要嫁佢又踩，我嘅你知唔知點踩啊？佢犀利啊！我話：哎呀，林德榮嘅戲唔睇得㗎啦，邊嘅戲唔睇得㗎啦，假到係死個兩婆婆80幾歲，綁架個肥仔喎！我心諗，兩婆婆有綁個肥仔咩？原來佢睇過我預告片啫，佢戲都未睇過嘅。我預告片嘅兩婆婆未嘅，跟住攞個毛巾咁樣吸嘅小朋友，嗰個係阿炳嘅想像嚟嘅，但係佢未睇過戲，佢唔知，佢就喺度亂寫。咁希望大家睇完之後，出邊已經好多好嘅評語，我都希望大家咧可以介紹俾你啲親朋戚友，幫我 share 下，好唔好？好。另一樣嘢咧就係而家新加坡又同我哋爭啦，你知唔知爭咩？佢話興啊、昂啊、花啊係新加坡發明嘅，你哋覺得係馬來西亞發明嘅？俾個掌聲嚟聽下先。麻麻地㗎嚇，係啦。佢話：我哋發明啊呢個興啊，唔係變靚嗰度開始先㗎嘛？係變靚嗰度開始先㗎嘛？去年那個也拍得很好，還有回點哎，謝謝你們邀請我。希望有一天呢，你去拍的時候啊，找你來客串。對，然後馬幣哦，大過40年，40年不係大過3倍嘅嗎？係新加坡手兵的嗎？公用的嗎？公用的嗎？我們馬幣大過新幣的。而且它10年還是2萬多元啊！如果給我們10年，你看啦，2塊半，你看，春你貴啊！一齊努力，謝。紅桃怡寶 ，OK。你說興啊、紅啊、花啊是新加坡發明啊，我現在證明給你看一下。阿炳 vs 兩婆婆，興啊、紅啊、花啊！你自己看，你現在挺放肆嘅，你真係。好，謝謝大家 ，Happy New Year！謝謝大家，會好。